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顶礼拜咱新闻报道讲，高雄有其中一个烧话案例，是为草衙一间化工厂开始话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五第5条。这个艺意思就是歌厅，政府机关叫做衙，古早咱讲是衙门。咱衙门的内底面，咱讲是衙内；衙门口的广场或者是亭，咱讲是衙口亭。警察局古早讲是警察衙，古早总统府叫做总统府衙。另外，屏东坎顶的旧地名就是衙门口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衙门，这个意思就是古早官员办公的机关。第二个词就是草衙，也就是高雄捷运站红线其中一站的站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来到高雄旅游行搭，坐捷运来到草衙站，过去历史博物馆看展览，讨论到清朝官厅外国流传一句话，讲到衙门8字开，无钱唔免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衙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